醒者，梦见三马同时一槽，因槽与槽同音，唯恐被马吃掉。故此，凡见名字有马者，皆毙之，甚至取其性命。可惜，他只知塞外有马，却不识朝中之马。近来，我常做同一个梦，一个疯得没有人敢相信的梦。梦里的一切都超乎想象。我希望这梦会变成真实，相信一定很有趣。小梦，我又梦见了火凤凰。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哎呀，许灵无非是要钱要粮，我们给他就是啊。给他？这都是司马家辛辛苦苦攒下来的，到底该怎么办呢？每次讨论大事，都听到一些陈词滥调、毫无建树的废话，催人入梦。但是每当梦醒后，我的胆子就更壮，大得连自己也不敢想象。而这次我的结论，那就杀了他吧。啊！哎呀，我的锦朝玉马！杀了他便一了百了，免得伤脑筋。何况他是奉董卓之命前来招揽，我们此时投靠，他日董卓取得天下，我们司马家前途无量啊！许灵离咱们温县只有1日路程了。短短数月，军师所过之处，河内富户竞相归附，为咱们西凉军筹足了粮草军饷。赵大人，等回到洛阳，你我定可加官进爵。可是，河内郡还有一个司马家拒绝招揽。哼，一个小小的商户，难道还敢违抗西凉第一军师的命令？司马家是河内郡的首富之家，又位处关东叛军进军洛阳的咽喉要道。这次许大人亲自前往温县，正说明对司马家很是重视。原来如此。说来奇怪，许大人自上船之后便一言不发。莫非才智第一的人自尊心格外重？哼，看来司马家大祸临头了。
如今董卓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加上许陵和吕布这文武二将助力，百官万民根本无可选择。只有进贡归顺才是良策。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历朝国祚不过数百年，汉室孱弱，外戚专权，宦官秉政，灭亡亦不为奇。至于董卓，不过是燃起火头的小角色罢了。董卓自立陈留王为帝，与礼不合，天下有野心之士，必群起攻之。河内乃要冲之地，若进军洛阳，天下大军必屯兵河内。到时候，大军以倒董为名，大肆抢掠。司马家乃河内巨富，若此时归顺董卓，将来必成众矢之的，只怕会财尽人绝。怎么好端端的起雾了？大人，传令士卒加强戒备。诺。情况不明，还请大人入仓暂避一时。无论发生什么，都不能离开甲板。那我们婉拒董卓便是，杀许林又是何意？是啊，触怒董卓，只怕是不智之举。小孟，今日这茶沏得很不错。董卓看似势大，但并不足以在中原长久立足。若与其合作，必然遭到关东讨董联军势力的清算。倒不如杀许陵，既能断董卓一臂，又可令各方势力对司马家有所顾忌，不敢贸然抢夺。兵行险招，方为司马家攫取最大利益的手段。富贵险中求，人在乱世没有首鼠两端，只有险中求胜。倒董是民心所向，等到讨董势力联军到来，他们要民心，那时候司马家就是民心。真的要杀许陵吗？兵败如山倒。那个传闻中杀人从未失手的刺客组织，残兵。不要慌，速列阵，拦住他！
快来救命啊！少公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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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赵大人传令，让您速去主船护卫。知道了，不用那么大声，我的耳朵一向很灵光。快保护许林大人！来人，救我呀！闪开！活儿打得好！那只救火来迟，大人受惊了，有我父子在，定保大人无恙。火儿小心，给我杀了他！没问题，不出2招，取你狗命。长山剑法，左去右回。给我死！小心，危险！父亲，三叔，你做生意是要平安，还是要钱财？当然是要钱了。哎，啊，嘿嘿嘿。谢谢二哥，来呀，把球给我，快接住！如果是换做他们，又会作何选择呢？赵虎公子已经跪了3个时辰了吧？唉，赵公子孝感天地，可怜赵贤老爷无福呀。
你们是什么人？有位大人要见你，请赵公子跟我们走一趟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赵公子，在下公曹叔佐马方，这是密室，没有许灵大人的许可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许灵大人，要死的终归要死，要活的还是活下来。死的难道是军师大人的替身？董相国忧国事，清君侧，抚汉地，反而成了众矢之的。我身为董相国的军师，也被乱臣贼子视为眼中钉、肉中刺。有心害我之人比比皆是，自该谨慎小心。只可惜，为了一个无用的替身，却害死了我的爱将。回去之后，我自会在董相国面前陈说你们父子俩的忠贞之心。多谢大人。这就是战场，逝者已矣，但活着的需成其一致。我们没有时间伤心。是，大人放心，我不伤心。哦，怎么讲？若是大人真的死在我父亲的船上，失职者死，我们赵家必被满门抄斩。如今父亲战死殉职，反倒救回赵家81条人命。说得好，你和我的知交吕布一样，什么事情都衡量得很准。只不过吕布手段太狠，连自己的父亲都不放过。赵火，你武艺超群，悟性也很好，我很喜欢。今日我许灵收你为义子，你可愿意？那么多人要杀大人，我只怕……你怕又一次丧父吗？连残兵都没能取我性命，还有谁能杀我？那么，请大人不要后悔。你的回答很有趣。大人，残兵中是不是有一个独眼的首领还没有出现？不必慌张，老夫不是已被残兵杀了吗？但是他们还在。什么？所有部位把守入口，传令甲板士卒也注意警戒。不要慌，敌人未必知我军虚实，不要轻举妄动。大人，难道对手是在欺诈我等？敌人离得还远，不必紧张。残兵的首领到底是何许人也？我认识他。1年前，他曾经来过我家。什么？难道你父亲与残兵结交？他为什么来你家？想利用你父亲接近我？是啊。这贼子果然阴险，知道大人身边闲杂人等难以接近。你父亲不会答应他。赵贤绝对不是这种人。父亲不知道他就是杀手，只是与他一见如故，十分喜欢。所以呢？所以收他做了义子。义子？赵贤曾说你是他的私生子。
赵贤一直生女儿，生不出儿子，他怕你们取笑，所以没有说实话。差不多是时候了。是残兵，残兵又杀回来了！不对啊，那家伙烧起来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看，这是他们来接我的信号。甲板上那群傻瓜的视线全被引过去了。对，现在我就开始专心对付你们了。你不是独眼。不止不忙，耳朵也很清楚。至冠天下的西凉第一军师，本不该如此贪生怕死。来人，救我呀！他那声救命，声音虽然很像，却瞒不过我的耳朵。够了，报上名来。残兵之首，燎原火，你想到了吗？能在1年前就谋划到今天的安排，看来你背后的谋士不逊于老夫。哎呀，我很好奇他是谁。你已经用不着知道了。临危不乱，你果然不简单。徐某真的很喜欢你，只可惜我偏要来送死。对，真的很可惜。做我父亲的人都会死得很可惜。许林大人，受死吧！唉，我的命你拿不走的。哼，没有后手，岂敢称西凉第一军师？赵火，1打15，你有胜算吗？小子，就算是吕布，也未必能从我们剑下逃生。你现在连可惜也来不及了。我虽从未见过吕布，但我的理论是，打10几个高手，总比打几百个喽啰来得轻易吧。世人皆知我许林麾下猛将高手如云，如果没有万人敌的实力，杀我谈何容易？一成功，我就拉他上来。梦姐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可以。
兵首领的举动，偏偏全部在我意料之外。如果这小子不是疯子，恐怕他就是一个能与吕布匹敌的怪物。奉先施暴，杀兄之仇。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死亡并不可怕，人生的目的地就是死亡。可怕的是，在生与死之间，你究竟做了什么？你别过来！做得好，我儿奉先。西凉的男儿们，万岁！汉室不幸，黄冈失土。微臣董卓诚心纵害，国家之尊，任由百姓。奏臣渤海袁绍。稍等，恐社稷沦丧，集合义兵，共赴国难。凡我同盟，齐心合力，以至臣节，必无二致。与死盟，天诛地灭。 18路诸侯联军来得好，这正是我喜欢的场面。天下大乱，袁术军2人，张成、封建、乔瑁军4人，关宏、彭俊。 张丰、王尊、孙坚军2人，程匡、邓汉；刘岱军3人，程景、孔方、郎世平、
总计29人。竟有这许多人！哎，连那百人斩邓汉也死了。死也就罢了，听说头都被人割走。这些当真是同一人所为？经查验，皆死于方天画戟之下。荒谬！我独眼龙刘宗征战沙场数十年，见过的猛将无数。所谓100万军中取上将首级，只不过是……不过是杜撰而已。将军何出此言？末将不解。两军交战，首重士气，为了增加士气，自然无所不用其极。捏造战神、英雄传说，就是最简单、最直接的方法。原来如此，那之前传闻的独眼刺客，莫非也是有人杜撰？你说的是那刺杀许林之人？那个袁绍大人不是已经断定为河内司马家所为吗？独眼刺客之说，亦不能算是完全杜撰。莫非确有其人？司马家聚招和许林离奇之死，也许并无多少关系，但此事恰好能被我方利用，编织传闻，夸大其事，造出一个独眼刺客抗衡敌军的英雄传说。英雄传说。西凉军先杀我关东29员独眼大将，后将功劳尽归一人。不也正是要造出一个无敌的战神吕布？士气必然弱于敌方。只要我方的独眼杀手传说盖过敌方的战神传说，彼之士气必然大受打击。对呀。跟外面的兵卒说，夜已深，不要再操练了。诺。今日各位将军在此，刘某不妨以诚相告，为壮大我军士气，编织出独眼杀手这样的传说，正是刘某所为。袁绍大人也极为赞同，故此刘某便将此传说广布各营，以强军心。哦，原来一切皆是刘将军的计策呀！末将佩服，佩服，佩服，佩服。换而言之，我才是那个真正的独眼杀手。哈哈哈哈！敬刘将军，敬杀许林的英雄，敬刘英雄，敬英雄，来了，雄，干干了！来，再喝一杯，来，请。你们不要再！是只兔马。擅闯大营者死！
是独眼，你是第30个。许林是你杀的。你就是传闻中可匹敌鬼神的。董相国护主登基。乱政，残害忠良史书上一定会记载，东贼，你必将迷中万年陛下，不要停，一直向前。这些人都会死的，他们必须死。他们都是我的臣子啊！他们都是本朝的罪人。我不要！陛下，不要还是不敢？不敢是不敢。相国，快停下！车轮只有向前，没有后退。陛下，身为天子，没有不要，更没有不敢。不行，我不要！国家落到如此田地，陛下知道是什么原因吗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陛下，你看到了什么？我不知道。陛下，睁眼看看吧。朝纲不振，宦官弄权，强征苛税，横征暴敛，致使天下大乱，民不聊生。先有黄巾贼寇，今有反臣乱党，谁之过矣？为何无人去阻止？为何无人去觐见？看吧，看看这群满口仁义道德、无能贪安，平日里只会欺上瞒下、大放厥词的小人。天下如此动荡，社稷危如累卵，而这些人除了跪在地上逃避责任，又为陛下做过什么？他们只是一群无能的猪，安逸时贪图享乐，危难时任人宰割。国家积弱，就是因为养了这样一群猪。陛下，你可甘心？这些人就是我的臣子，国家的栋梁。我可以做什么？我伤心的是什么？我流泪又为的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错，朕此刻突然觉得恶心。杀！朕要杀光这些猪猡！朕的江山不能毁在他们手中。陛下，让老臣助你一臂之力。董卓，朕恨你，朕恨你来得太迟。董卓无能，自知有罪。董卓有的只是力量，可恨的力量。世间早已腐败不堪，想要推动时代的巨轮，就必须扫清前路的障碍。除淤血，生祸乱，人才知什么是可贵。孩子，你是大汉的最后希望，就让董某用生命和鲜血、力量和残暴，为你打通这条血色的王者之路吧。初平元年，
董卓于洛阳杀文官70人，武官50人，国戚3600余人。西凉军全城戒严，搜捕相关党羽，一时株连者甚多。洛阳城中人人自危，惶惶不可终日。我一望，便知道是你来了。大公子的事我都知道了。除了大哥之外，关东各路诸侯在洛阳城内的亲族，也被西凉军扣押作为守城的人质。以人质来瓦解关东军心，想必是那位西凉第一军师许林的点子。不错，幸好许林已被我杀了。在洛阳的眼线传书上说，大哥是被吕布亲自抓走的。吕布，那个传说中的怪物。说到怪物，我们也有。残兵随时可以出发。有了他，洛阳城内清风帮会听候你的调遣。我要大哥平安回来。一定。小梦，公子，为什么我又要？你若换上女装，必定艳绝天下。我同意。身份是歌姬，难度太高了吧？豫州刺史王宇是父亲生前好友，曾得罪中常侍张让，在河内避祸。我与他交好，张让被讨杀之后，王允已回到洛阳，如今官拜司徒，他会全力助你入宫。还要入宫？入宫这种事，我们这些人里只有你才能办到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信中的那个人。大哥，你又带错路了。吵什么？不就才比计划晚了10天吗？才晚10天，关东大军眼看就要……三弟，不得对大哥无礼。二弟说的对，不得对大哥无礼。哼，二哥，你总是惯着他。大哥，真的知道去洛阳的路吗？好兄弟，多包涵。这些人也是去洛阳，有点意思。过了泾阳，就是洛阳城了。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许林的死，与兖州等地商贾富户缴纳钱粮之事不了了之。只不过驱狼得虎，关东联军屯兵河内，将所有答应支持董卓的富商都抄了家。
联军得到这样一笔庞大的军资，士气大振，进逼洛阳。可惜无人能过吕布这一关，战事陷入焦灼状态。吕布果然无人可敌吗？老师怎么看？天下大乱，正是英雄辈出之时。都看见了吗？这就是和董卓大人作对的下场。汉室多难，战祸连连，黄巾贼虽除，但各地军阀趁机发难，与朝廷作对。现在是我们对国家表以忠心的时候了。大声点！今天我刘玄德代表董卓大人前来，向大家征召军饷，以报朝廷。这就是刘备，妈的，竟然做了董卓的走狗！总有一些人渣趁火打劫。谁在窃窃私语？出来！董卓进京带兵凶残，天下人得而诛之。你刘备妄称汉室宗亲，竟与恶贼为伍。我张松虽为一介布衣，但也看不起你。你这花面猫要做甚？你别过来啊！国贼，你放开我！你给我滚出晋阳城！这个家伙好大的气力，抛人的手法却很古怪。人说泾阳的桃又大又甜且多汁，不知这颗如何？今日刘某军务缠身，只剩吃一只桃的时间。如果在我吃完之后见不到这些箱子装满钱财，那个花面猫就会一一送你们出城。听见了吗？赶快做！我的拳在这。这个不够啊！这桃子不够甜吗？很甜呢。不，我是说这箱钱还不够啊！大人，只有这么多了，我们也要活下去啊！怎么会呢？你们看，这样捏一捏，捡一捡，还是有东西的。你们身上没有，家里总该有吧？众将士，给我抄城！还给我！还给我！哎呀！快点！主子，关东联军来了！啊，这么快？走走走！哎呀，只抢了这么一点点，真是不甘心的。撤退，从西门出去。哎呀，这群恶贼终于走了。等关东联军到了，一定狠狠地教训他们。快滚！
别再回来了！快点儿！越好。你不认同，但大哥要做的事一定有你的理由。石头为什么都冲我来呀？谁叫你这个大花脸如此招摇，才把那个读书人丢出城外了？还不是大哥的主意。三弟说的是，那就快跑吧！传令兵，速来通报泾阳城府库张平大户所在，众将士，给我抄！多谢大人，站住！你们这救星大老爷啊！救星大老爷！我们泾阳百姓用联军誓死效忠，诛杀董贼！这里和惠阳城不一样啊，我们还抄不抄城啊？妈的，这些百姓把我当亲人一样，这谁还下得去手啊？父老乡亲们，我们一直被西凉军欺压，现在终于等到救星了。虽然家园已被西凉军劫掠一空了，可是我们还能够出力气，对不对？事情变得有趣起来了。这泾阳城刚被西凉军劫掠一空，反正也无力可图，倒不如万岁！袁绍大人万岁！选择正确，袁绍军倒也不是笨蛋。二公子，若是金钱与名声，你又会作何选择呢？司马家是做买卖的，生意人最计较本与利，自然是看哪个本少利多就选哪个。没错，只有实实在在赚到手里的，才是好买卖。官军老爷，放我们一条生路吧！咱们刚被关东来的军队洗劫，哪里还有钱财啊？命还有一条，你要就拿去。命我可要不起。扈阳的百姓们，刘备不是来抄城的，我是来救城的。天下大乱，受苦的终究是百姓。为了军饷粮草，关东联军四处劫掠烧杀，扈阳城的百姓死的死，伤的伤，家园尽毁。如今有了大哥散出的钱财，百姓便能把家园重建起来。而泾阳城，大哥先行冒充董卓军抢掠，
于是泾阳百姓为西凉军恨之入骨。当关东联军到来，他们自然热烈欢迎，百般殷勤。这样一来，打消了关东联军朝城杀掠的念头，反倒救了他们一命。原本泾阳城会是和户阳城一样的命运，如今家人性命都绑了下来，泾阳城的百姓早晚会知道大哥的苦心，而我只会扮坏人。相比贫苦的百姓，那太守高官厚禄，受点皮肉之苦又何妨？朝一城却救回2城，天下再也没有这样奇怪的事了。谢谢啊，谢谢。这种怪点子，只有我们的傻瓜大哥才想得出。大哥，接下来我们当然是洛阳。哈哈哈哈！放心，这次不会再走错了。这3个傻瓜，有点意思。走。乱世不易，别死啊！有缘再见喽。好雄伟的城池！哼，虽然绕了一大圈，我们该去打倒董卓了。云长，想要结束这乱世，不是打倒某个人，或是打倒某群人就可以实现的。我们要做的是恢复天下的秩序。那要怎么样才能恢复天下的秩序？当然是成为董卓，也不得不臣服的人。天下第一智囊，你猜一猜，我燎原火今天来这里做啥？当你知道后，必定也会大吃一惊。吕布大人，终于等到您了。家父因护卫许灵大人而死，请大人为我报杀父之仇。这些人头没有一个是他的。在许大人的船上，我见过他。他身长8尺，声如洪钟，满面刀疤，年约40。所以，这个无能之辈也不是那独眼杀手。
指点吕布该如何为你报仇。第7天了，今天是你的回魂之日。就请兄台的在天之灵为我找出真凶。奉现在等你的指引。你来了吗？是他。是我。许林大人知道，只有我才可以为他找出真凶。许林兄，这就是你的指引吗？请将军为小人报杀父之仇。赵火，自今日起，你就在我帐下听命。自关东联军起兵倒董后，董卓便将联军各将领、汉室所有大族留在京城中的家眷悉数关进大牢，后作人质。董卓利用这些人质，向其家人勒索大量金钱。说起来，元雄叔父一家130余口也。倒董既是天下事，也是司马家的家事。董卓只管收取赎金，却不放人。司马家最富甲一方，要救大公子，也只能来硬的。因为这些人质正是最好用的挡箭牌，关东联军攻城最大的障碍。因族人被挟，不得不退下战场的将领亦不在少数。董卓有人质在手，联军岂非陷入困局？于公于私，这困局终须扭转。于公于私，我都不会让你失望，从来不会。下一个，报上名来。小人白三，时节3相，家中父母兄弟6人。又到了祭祖节，大量留外人士将于此时回乡拜祭先祖。根据我的推测，关东联军必会趁此时机集结各方军中精英，混入洛阳城，劫牢。又让周达说中了。黄伯伯，你看那个人，莫非此人想单人闯场？步伐轻健，可能是高手。啊！见了鬼！小子，胆敢带着兵器入场！小子，你给我站住！听到了没有？哎呀，哎呀！哼，大叔，你没收到消息吗？我就是渑池太守赵贤的儿子，今天新官上任的赵火啊。原来是新上任的校尉啊！赵大人，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
哪里是高手，不过是一个二世祖罢了。南方口音，果然是关东联军。我的耳朵一向很灵光。阿火，你单人入城不可行险，需等待时机。何为时机？关东群雄劫天牢便是时机。洛阳城中越乱，你的机会就越多。看起来，今年的洛阳会比往年都热闹一些。一早便收到赵大人的任命文书，小的们都翘首以盼。可是赵大人怎么是从城外进来的？我进出哪里，也要先问过你吗？怎么敢？怎么敢？小的不是这个意思。哼，大人不计小人过。算了，你继续吧。好。下一批。洪伯伯，这小子看来很有用啊。对，一会儿要是出了什么岔子，就先拿下这家伙。军爷，都是些祭祖用的东西。叫什么名字？来洛阳做什么？皇座在各地行商，今年特地回乡祭祖。回乡祭祖？家住洛阳哪里？家住石阶5巷银号。蠢材，洛阳人怎会有这么重的南方口音？老伯，你这样可过不了关呐。一行15人，前7后8，应该是江东孙坚会稽军的编制。你叫黄座？是的。住在石阶5巷银号？是的。哼，被人看出破绽了。哼，银号不是姓黄的。西凉兵都如此机智吗？有好戏看。哎呀，出外多年，连家都忘了，应该是丑号。丑号是姓李的。哎呀，年纪大了，真是忘了。老爷爷真没记性。是子号，一定是子号。子号。抓！骗你的！来人！要命的就别动。有劳兄弟送我们进城，你们先进去。是。姑娘，饶命啊！别说话。女侠，你该不会杀我吧？兄弟，别说话。下面在干什么？一下子放这么多人进城？不要乱说话。没问题，是同乡的兄弟。赵大人，小的已替你向兵部报到了。啊，有了。赵大人，这位是？啊，他是我刚在西凉纳的第18个妾室，漂亮吧？大人年少有为，得享其人之福，下官好生羡慕。是啊，又漂亮又温柔。
走。轻点！不同凡响，不愧是咱们西凉的女子。赵大人保重！大饼，新鲜的大饼，好吃的大饼，好吃的大饼，来吃喽！你这么凶，到时候谁敢去？将军，早安。早安。早安。现在已是午时，不对，那是暗号。来人，有刺客！那边，小弟，你先走，这里有我。快走，按计划行事。你跟我走。哎，别扯乱我的头发！哎呀，疼！是口中刺。会计人，王朗军还是孙监军？孙监军，黄盖。好，华兄早就下领教了。黄盖正有此意。站住！别跑！给我站住！站住！疼！站住！站住！哎！再过来，别杀了你们大人！停！大人为重。哎呀，疼！你还真是我的护身符。有两下子，这丫头跟小梦不相上下。护身符，给我走！我不是吧？原来除了武功外，论狠毒，你也跟小梦不相上下。谁说南方少女温柔啊？喂，不要瞎跑啊！前面是。这就是闯城的乱军吗？进洛阳前也不先看看地图。
天下间竟然还有这种傻瓜，单枪匹马来闯北部卫所，生得这么标致，杀了太可惜了。让叔叔陪你玩玩。这就是你们五院高手们的本事。小郭，快点吧，人家笑你了。卫所里的都是西凉军中将官，这样下去，早晚会……活该，颇赋予上色鬼。这人比之前的更强，就算是黄盖叔叔。兄弟，哥哥帮你一把。我也来，我也来，我也来，我也来。不要啊，军爷！哎呀，这才值几个钱，小气啊，真是小气。兄弟们，干得漂亮！还不是栽在咱们六院手上。谢了，兄弟们，这牛是我的。你中计了。六院的人挂了，是啊，活该，活该！大家一起上吧，走！3月的人想先读先登，我们也上啊！上！谁？是谁呀？那商人？谁呀？是谁？出来！四头乌龟！叫什么好汉？出来！给我出来！出来！我做的都是见不得人的勾当，本来就算不得好汉。说话的是什么人？左右包抄。不用这么麻烦。一起来受死吧！弟兄们，杀了他！
是卧虎藏龙之地。多谢壮士出手搭救。杀人了！只剩下你们2个了，来吧，我不用兵器。妈的，士可杀，不可辱！是。本事不大，脾气不小。那个叫黄盖的，找到了吗？李大人已将4处街巷包围，相信很快便可拿下。报！逃往北门楼方向的探子怎样了？禀报将军，北部卫所遭遇突袭，折损各营将官共计15人。2人为孙监军口中刺所杀，其余大半为此种脱手镖所杀。酒还是温的，这座洛阳城越来越热闹了。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当今天下大乱，群雄并起，你等8人皆有安邦定国之能。何时出山？出山之后又何去何从？就看你们自己的选择了。老师，弟子已经决定了。也罢，毕竟你姓袁。老师，弟子拜别。洛阳虽为董卓所占，但城中诸多势力都对他恨之入骨。关东联军进城劫牢，一定会和他们联手。外面风声很紧，明天再出来吧。那你们也小心。洛阳城内，各方势力密道密宝众多，即便董卓全力搜查，也难以发现。侯氏兄弟到，崔光到，王平他死了，孙英到，杨崇到。喂，杨雄，上面的2位关东兄弟，大爷饿了，快拿吃的来。吵什么？吃食你要不要？白勇，辛苦你了。无所谓，为了大局嘛。就是想不到这小子会是咱们劫牢的好棋子啊！仲达，我依着你的计划混入联军劫牢队伍，在西凉军眼皮底下劫牢，九死一生。不知是什么样的厉害人物，才能指挥得动各路联军精锐？仲达，想必你也和我一样。
样好奇了？一下子杀了北部卫所15员大将。如果真是这样，可是难得的高手啊！我军中有这样的人？刚才点完名，确定查无此人。那太可惜了。如果这人在我们军中，没收华雄，就算吕布也未必是他的对手。吕布啊，想起来就让人冷汗直冒啊！那人是独眼的吗？不是。廖兰，你还很在意那个独眼杀手的传说吗？袁大哥，叔子，你怎会在此？他呀，每天都在说你，这次竟偷跟了来。你有伤在身，上来干嘛？有黄将军在，孙姑娘去哪里都没问题。还好这担子，以后就交给公子了。接下来该办正事了。白友，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公子，全都准备好了。好，明晚祭祖节之夜，藏身于城内的义士们就会集结于此，做最后的准备。这小子身上的令牌你可查验过？我已用过，可以通行无阻。既然如此，这家伙也就没用了。白友，去送他一程。喂，你可以走了。孙姑娘说放你走。从这里出去？你没骗我吧？这是秘密通道。公子故意将计划泄露给这二世祖，再设计放他回去通风报信。明早开始，这里将被西凉军监视，等所有义士一到，便一网打尽。但是我们的人根本不会来，而是一早埋伏在大牢四周。要消灭我们，何止用到1000军？董卓根本没时间抽调兵力入城。能用的只有城中驻军。一旦大量调动，大牢守军必会大捷。有了袁公子调虎离山之计，我们劫牢救人就能顺利许多。我们今晚就全军撤走，免得明日被西凉军撞上。可是，若明日此大屋空无一人，岂非令西凉军起疑？这屋我早已贱卖了，但我要买主答应一个条件，就是必须在祭祖节当日一早，便一次将所有人搬进来。那些人就是我们的替死鬼。妙啊！公子算无一策，不愧是水镜先生的首徒，天下无双。过奖了。此行能否顺利，还要看袁将军的手段。末将必不负公子所托。事关天下，许林已被你所处，劫牢军的一切又在你计算之内。公子，你尤胜天下无双。来者止步！巡城校尉赵火有紧急军情禀报吕布大人。
再逼下去也没有用的，就算杀了我，也不知道。吕将军，许军师之死，着实与司马家无关呢。年初，许林兄于兖州游说，所有富商都表态支持义父纳钱纳粮，只有司马家毫无回应。其后，关东乱军起兵，所有富户都被抄家，唯司马家因曾拒绝我们而得幸免。如今，洛阳所有人质的家人都给了赎金，证明了他们的重要性，我才将他们送上战场去做挡箭牌。奇怪的是，只有司马家迟迟不交赎金，你才因此得以不必上战场。这两计，怕是出自一人之手吧？将军，我对天发誓，司马家和关东的乱军根本毫无关系啊！司马家乃望族名门，连近些年声名鹊起的曹操都是你父亲提携的，怎会毫无关系？告诉你一个巧合，许林船上死去的15员大将，是被脱手镖刺中要害而死。这跟我司马家有何关系？今日有奸细混入洛阳城，北门楼15名将官被杀，他们同样死在脱手镖之下。这算什么巧合？许林死在河内，而近3年来，残兵杀人也只在河内，而河内的人质就只有你一个。同时，我感觉到杀许林的人也来了。你来了，去看看你想见的人吧。怎么会是你？我乃赵贤之子赵火，派刺客杀我父亲的首脑就是你吗？杀人凶手，拿命来！少华大人，他还有利用价值。赵大人，冷静点。大人，司马朗，你这个卑鄙小人，等我杀光那群来救你的残兵败将，必要杀你全家！赵贤，不就是那个和许军师一起被杀的人吗？没错，吕将军在军师墓前碰见这小子，于是带他回来了。我明白了，利用吕布为好友报仇心切，向吕布点名可以我为饵引出残兵，暂且保我性命。阿火，你真的很有胆色。大人，请大人助我剿灭河内司马家，以为父亲在天之灵。在剿灭司马家之前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。大人是说残兵？不错，司马朗正是引出残兵的关键。先灭残兵，然后去河内。我要那司马家血流成河。吕布，我会在你去河内之前，先拿下你的首级。大公子这个眼神的意思是，这个叫吕布的人，并非如想象中那般简单。华兄，事情正如将军所料。这里有人和关东叛军串通一气，准备里应外合，在祭祖节劫牢救人。而这个人刚刚从我们一直监视的张庄出来。
做内奸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哎呀，跳得好啊！跳得好啊！好，跳得好！哈哈，再来一曲。司徒王允送来的这批歌姬果然名不虚传。即李觉军、郭四军率先准备，随时候命。张文兄，板着脸干什么？来，干了这杯酒。相国，长温，什么事？相国大人，大伙儿辛辛苦苦打下了洛阳，一下子放弃，心有不甘呐。张温，你胡说什么？你有异议？咱们各大家族生根洛阳，家眷财富数不胜数，岂是说走就走的？此时仓促搬城，必损失惨重呢。张温，相国大人并未公布搬城之日，你不要妄加猜测。不敢，只是近日调兵频繁，西门加扩，我看搬城只在这几天了。够了，张温，你喝多了。大人，张温只是酒后胡言，恳请免罪。张兄，快醒醒，闯大祸了！我没有罪，咱们西凉人以往收尽中原人冷眼，现如今洛阳在手，眼见大伙可以吐气扬眉，为什么要轻易放弃？张温，搬城之事极为机密，偶一不慎泄露，关东乱军必乘时来攻，我方必败无疑，泄密者死。难道你没看过相国大人发出的密函吗？张温，你的家财就用来劳军吧。请大人别上家老手。再有妄言泄露军机者，立斩！属下明白。搬城之日，我自会通知。但今日张温已露口风，所以所有与搬城之事无关的人，还有张温的朋友，将会消失。我们只知五岳，此事与我等无关。住手！这是许灵的望乡行。歌可当弃，远望可当归。生也罢，死也罢，放不下西凉。你为什么不逃？留在此地，与众为敌，生死未卜，与死又何益？弦外有音，是你还是别人的心声？这是我在西凉兵营中听到的心声。当我的健儿们知道要离开中原之后，就不会唱这歌了。
只是将士们走得不甘心，西凉军远驻穷地，牺牲性命抵御外敌，但功劳总归于他人，常进诸侯比试。今日一走，心有不甘。将士积怨未除，人心不一，大业有疑。乐师，你有办法说服他们？一曲道一理，一舞解千忧。未尝不可。好。小梦，你若换上女装，必定艳绝天下。貂蝉领命。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小梦，你若换上女装，必定艳绝天下。献丑了。理想无恙，铁壁画江山，千里归路曾知常。这是许灵的《望乡行》。礼服清扬，幸福守空房，是能家书寄托行。历经自无恙，仗剑凭栏望，遗憾归雁走还乡。离家男儿年轻忽，不度玉门长风万里关山路。离家男儿年轻忽，一眼胡家美玉，这人容颜苦。生离是苦，蒹葭黄土，思别是苦，大几杯苦。无情是苦，也不得不。无情是苦，谁与同舞？无此是苦，既无归处，无根更是苦。生离是苦，蒹葭黄土，思别是苦，大几杯苦。无情是苦，也不得不。无情是苦，谁与同舞？无此是苦，既无归处，无根是
这五岳动人也深，其化人也素。这就是许灵藏于歌赋之间，兵法为纲，人性为柔的境界吗？这舞技绝不简单，只用一曲歌舞便勾起所有人思乡之情，恰好为我的迁都大计做了铺垫。现在是要看我怎样做吗？弟兄们，我们离开年迈的双亲，离开幼小的儿女，离开心爱的女人，一别10载，离乡万里，从西凉一路拼杀到洛阳，战场即是修罗场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走过万里血路，都不得不抛开人性，将自己变成野兽，所以我们今天还活着。你们这些吃人的野兽，还记得自己家人的模样吗？还记得吗？很好，那你们还记得当年追随我离开家乡，踏上万里征程时说过的话吗？记得。相国大人，您说过，我们离开家乡是为了建立一个更伟大的家，以天下为家。好得很。董某再问大家，如今我们有的是什么？是天子，是在我们手上的天子。无论到哪里，我们受到万人敬仰的龙，这条真龙，此刻就在我们手里。所以，我们才是天命所归，是王道。因为皇都洛阳不过是一座木石所筑、早已腐朽不堪的城池罢了。弟兄们，以天下为家，天子在哪里，哪里就是皇都。我们西凉的男儿在哪里，哪里就是皇都。这就是董卓吗？一个敢于挑战世间陈规旧俗、改天换地的狂人。怪不得有人对他恨之入骨，却又有人对他五体投地。什么？不知不觉中，竟然连我也被他的言语蛊惑了。完成之日就在后天。西凉的男儿们，我们要去真正的龙兴之地，我们要一起去长安，去建造一个比洛阳更伟大的皇都。我们西凉人的皇都。董卓的将官们为何如此沉寂？这些西凉人怎么了？
一个比洛阳更伟大的皇都，我们西凉人的皇都，伟大！一句连小孩也不相信的谎话，竟可推动将士们的心到如此地步。董卓这个男人果然。二公子，一切正如你所料。我刚刚想到一个发财大计。啊，来，快说！一想到钱，我就精神了。首先，将所有资金集中，全部拿去买木材、砖块等建筑所需之物，广发布条，高薪聘请洛阳、兖州等地工匠。这是做什么？仲达，我们不是有建筑店吗？干嘛还有那么多？当然是因为我们要重建一座洛阳城。开什么玩笑？洛阳还安好啊，为何重建？各位叔伯稍安勿躁，且听我细说。董卓30万大军从西凉而来，补给线漫长，当前战事焦灼，一旦补给线被切断，则必败无疑。再加上兖州补给之计落空，打破了董卓的如意算盘，西凉兵卒离乡愈久，思乡愈切，士气愈弱。所以我料那董卓必定会放弃洛阳。道理来了。长安位居关中，东有潼关函谷之险，可据关东豪强；向西则直通西凉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当年秦皇高祖皆凭此地夺取天下，实乃龙兴之地。董卓的野心，路人皆知。我实在想不到，天下间还有何地比长安更适合他。透彻啊，仲达。而且董卓知道，关东众豪强，无论谁人进驻洛阳，必实力大增，成为自己将来争夺天下的头号劲敌。所以，他必会先摧毁洛阳。洛阳虽毁，却仍为中原政经中心和军事要冲，关东豪强皆无视之。到那时，一座百废待兴的洛阳城，到那时，我们便可借机抬高建筑物料和工匠的价格，重建洛阳，以夺先机。老四，大生意呀！仲达，你真是司马家的宝贝啊！料事如神，二公子，你尤胜天下无双。如果你是男人，那就是我另一个许灵；但你是个女人，那就是为我生下杰出孩儿的母亲。霍哥，我已探得董卓班城之事，你那边怎样？做内奸，只有死路一条。西凉兵越聚越多了，再加上这里归附董卓的禁军，就算残兵全员出动，也难有取胜之望。别管我，快走啊！你行道！还不走？难道你想决一死战？你这怪人！奉贤兄，杀内奸你要多少招？5招。 5招杀他，哈哈哈哈！好，我也用5招。5招就想杀我？5招就想杀我？你们以为我是谁？混账！内奸另有其人。俺乃大汉10万禁军教头，调教出名将无数，就凭你也想杀我？
元泰，你私通关东叛军，密谋劫天牢，叛国者只有死路一条。叛国者，哈哈哈哈哈！董卓挟持天子，若非顾及圣上安危，袁某世代忠良，又怎会屈身于董贼之下？若当真放手一搏，我不信此间有人可以胜我。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禁军教头袁泰，怪不得关东联军劫牢胸有成竹，原来早有内应。华雄，你放眼看看周围，这里是我的地盘，你既然进来了，就别想出去。哈哈哈！整个洛阳城都是西凉军的地盘，打赢我放你走。就这么简单？那你不要后悔。头两下子。对下，第一招。两人出招既快且狠，时而不华，各有千秋。别说5招，就算50招，也未必能分出胜负。不愧是禁军教头，吕布竟说能5招之内解决他，连我都做不到。第二招。3招了，华雄，待我教你解释。少啰嗦！你以为我们脚下的武魂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防不胜防的武器。啊！我的眼睛！我的眼睛！战场上什么都是武器。哎，你应该一早来跟我学习的。只可惜，混蛋！可惜你下辈子才可以拜我为师。第4招。袁泰，你的时代已经结束了。你说的没错，战场上什么都是武器。谢谢你教了我宝贝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手啊！放开我！袁泰死了，他的部下没有一人敢逃，因为他们知道吕布用不上5招，只用1招就杀了袁泰，剩下的4招足够将他们杀光。我永远记得今天，因为我第一次产生害怕的感觉。貂蝉，你怎会这样？因为我是你遇过最特别的女人。出乎意料。如果相国大人再敢闯进来，我就会往这里刺进去。不送了，大人。主公，请息怒。息怒？不，这感觉真好。愈难得到的东西，愈能激起我的雄心壮志。我感觉到年轻时的自己又回来了。快些，还有10箱，如果少带1箱，便要你们人头落地。还有这只大将军鸡，也给我仔细带好了。陈留，不，皇上。哼！
要去长安了，你哥哥已经将他的玩具收拾好。小孩子毕竟是小孩子，心智未熟，让小孩子来管天下，不乱才怪。你也是小孩，所以我也有我的玩具。袁绍等关东叛军看来会立我堂兄为帝，这莫非就是皇陵的？我的天下已危，我们要成功，必要有雄厚的根基。董卓，这是足够我们300年用的资金，与其为他人所取，何不带走？我这玩具你敢取吗？臣遵旨。初平元年，董卓西迁长安，临行掘汉室历代皇陵28座，尽取其宝。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袁泰被杀，计划有变。明日关东联军将不会接牢。他们后续会有什么计划？残兵正在追查中。营救大公子的事，就要多仰仗诸位了。事成之后，每人各赏500钱。大家没问题吧？这没问题，我们拼了，拼了！很好，马帮主，你的疑虑呢？吕布为报杀许林之仇，必将调遣重兵而来。到那时，我们该如何应对？正因为吕布报仇心切，所以就由我来引开他的大军。没了吕布军，其他人你们应付有余。利用吕布的仇恨引开大军，好，我没有疑虑了。王副帮主，你的疑虑呢？想不到这一代的残兵首领如此年轻。哦，王刚，休得无礼！哼，我不知道你武功如何，但这次的对手是被称为战神的吕布。虽然你戴着残兵首领的眼罩，但并不代表你有上任首领的本事。哼，你对我没信心？哎，变了，残兵变了。以前只是保护司马家的安危，现在却变本加厉，胆敢挑战官军，还偏偏惹上了董卓。以往的残兵首领可不会如此狂妄，就凭你这个黄毛小子，叫我们如何信你？王哥，住口！霍哥，接戏。想看我的实力？哼，我看你不过……刺客！姚元雄中箭了！这方向是从相国府那边射来的，谁人能有如此剑法？快保护帮主离开！安静！董卓班城之日，就在后天。王副帮主，刚才说到哪儿了？刚才我正在称赞英雄出少年。
小梦的剑术越来越厉害了，不过小梦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了。我不知道，这次你们两个会是谁来救谁。少爷，不能啊！你这样小人交不了差呀！是啊，是啊。都给我滚开！哎呦！果然没来错，是我最喜欢的一类。今日我就带叔父来品尝。你就是董卓的侄子董黄。美人还知道我的大名。敢抢你叔父的东西，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叔父百无缠身，现在又要处理班城之事，哪有功夫理你？况且他的女人多的是，哪儿顾得上你？与其将来常驻深宫，倒不如跟我这个叔父的继承人来得更好。我可比叔父更懂女人。贱人，松口！有意思，怪不得叔父会带你回来。哼，跟我们西凉女人一样，够劲儿。拖她上床。是。走。对，我就是要这种感觉。告诉你，叔父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，你敢反抗？我不但会反抗，而且会凶得你完全不敢相信。要杀了他吗？霍哥，我该怎么做？去死吧！大公子，这女人碰不得。大公子，不要做出令主公伤心的事啊！放手！袁大人，是齐都尉大人。齐都尉又如何？别以为得到叔父的信任就可以来管我的事。你只是我和叔父的一条狗，给我滚开！大公子，职责所在，我不能。听不懂吗？别来一声！大公子息怒。你有这么多事要理，理我干什么？别以为你现在得到重用，就敢来挑战我。打的什么主意？别以为我不知道。大公子，别误会，袁当一心为了主公。齐都尉本是我囊中物，自从你来之后，什么都变了。你这个可恶的阴险小人，去死吧！大公子，请回吧。混账东西，我今日便应。公子，请留手啊！大公子说的对，袁当不过是个奴才，奴才只会做主公喜欢做的事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主公有12个儿子，每一个都在为将来能继承主公的位置处心积虑、勾心斗角。公子并非主公所出，却最得主公欢心，实属不易。如今主公欲成就大业，正是考教各位公子之时。大公子若是在此时因为一个女子而跟主公失和，当真值得吗？天下女子多的是，大公子要的，末将就算拼了命也会为你找来。公子，他说的有道理，小不忍则乱大谋啊！好，大丈夫一言九鼎，今后我自会有用你之时。末将明白。还有你，等到叔父对你失去兴致的那一天，我会让你明白自己今日犯下的错有多严重。公子慢走，恕不远送。哼。
大公子的脾气变幻难测，不好伺候啊。想不到董家竟还有一条这样忠心的狗。世人之路，忠人之事，原当不过尽自己的本分罢了。姑娘又何必出言讥讽？妈的，这董皇那小子捷足先登了，这么迟才告诉我们。七哥，我们绝不可以输给他，快进去。又来了。什么都不用担心，有我在。狗奴才，滚开！别以为是骑都尉就了不起了。什么都不用担心，有我在。傻瓜，又一个傻瓜。快追！别帮主报仇！别后撤，逃不掉的。火哥，这样逃不掉的，快放下我，你自己逃吧。快封住左边！你听到了吗，火哥？你停下！火哥，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到下面去，这样就没人能捉到你。那你呢？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有资格操心我的事吗？有我在，你不会有事的。你不能！他只有一只手！
皇他们，放手！我。 放手啊！喘不过气啊！小梦，放手！不放！傻瓜，又一个傻瓜。我在想什么？我。 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世上多蠢材，其无处不在。知历朝历代之事，尽皆可悲可叹。万物有常，阴阳互补，故此上天创造了一批与众不同的人来平衡这个世界，称之为 天才。仲达，是仲达！原来是田兄。仲达，你我在路上相遇便是有缘，玄兄我正有一事相求，这个忙你一定要帮啊！田兄，我除了算学之外，其他都一窍不通。 如何帮的？哎，要化解此事，说不定正需要用到算学呀。田兄，我有要事在身，你还是放我走吧。仲达，你真的不想知道是什么事吗？不想。快点，到了那时。哎，第6营的都到齐了。 第8营的军师还没到吗？这不是颜良将军的大营吗？我怎可进去？哎呀，走吧。天德，还以为你早已放弃，怎么又回来了？呸！我只是出去歇歇而已。仲达，来这边走。
借过。仲达，你看，联军所有的军师都齐集于此，这种大场面没见过吧？就是为了这东西。我军昨晚在西凉军大将郭汜的营外截到一队送信的士兵，搜到这块布帛，布后有一段讯息，董卓要郭汜明天攻打我方大寨，但以郭汜的兵力，似乎不足以与我军对抗，想必事有蹊跷。大家认为布上必定另藏有讯息，应加以查证。何以见得？仲达，你经验尚浅，不明白兵法中实则虚之的扰敌之法。西凉人迷信，喜欢用印有经文的布帛来传递重要讯息，故此颜良大人下令军中所有的军师谋士来此破解谜题。可惜的是，竟无人能解。4000多字，怎么排啊？左下3，右下4，但句意不通啊！哎，罗兄，这块布当真另有玄机吗？我也越来越不敢确定了呀。那个不是第一谋士郭图吗？没错。这里云集了关东最有才智的军师谋士，如果我俩侥幸破解了谜题，岂不从此……郭大人想到了吗？想到个屁！这根本就是整人的玩意儿。大家花了一整晚，有谁看出了皮毛？你们还是各自回营睡觉吧。这样耗费心力，彻夜不眠，恐怕正中董贼的奸计。连郭图大人都放弃了，现下只好寄望庞纪大人了。唉。刚刚庞纪大人好像也走了，庞纪也没解开，太好了！庞纪，不就是你伯父田丰的死对头？哼，就是他。这庞纪倒也厉害，年少时就是河北有名的天才，不逊现在的水镜八奇。天才吗？所以，仲达，你一定要帮我。田兄，你读书实已高人一等，我只是勉强合格，你找错人了。西凉人的秘密必定与布上的文字排列有关。这次破解考的很可能不是文采，而是算学。当年在书院，我虽科科夺魁，唯独算学却每次都输于你。所以你……正是，以我的才智加上你的算学，你我联手，世上哪有解不开的谜题？这……都给我回来！想了一整晚，还是没有结果吗？老严放手啊！简直有辱斯文！严大人。亏你们平时自吹自擂，什么天下名师，绝代天才，莫非我军帐下无贤能？仲达，来吧，滚开！来，你，庞大人回来了，啊，一定有破解之法了。老庞，俺以为你与他们一样夹着尾巴跑了。董卓向来喜用疑兵之计，此部议事，文艺杂乱无章，逾4000字，足够我等钻研1年半载。我们若是执意咬文嚼字，陷于方寸之间，必定白白耗费时间人力，正中敌人下怀。果然，布上这里略带酸味儿。还真是古老的方法。我明白了，先用姜黄水写字，再以碱水显影。了无新意，董卓不过如此。这条是说，若郭汜引我军出击，李傕便可从后袭我粮仓。军粮若失，我军必败啊！幸好庞某及早发现，否则……关键时刻还得看你老庞的。既然敌人早有预谋，速调重兵往龙山驻扎。快！小孩子也会用的方法，居然难倒了满营谋士。庞纪真是好运呐！你觉得是运气？这破题之法虽老，但是满营谋士都被眼前经文吸引，唯有庞纪看破迷雾，另辟蹊径，确有过人之处。得意而不忘形，胸有成竹，进退有度。庞纪不是靠运气，而是确有大才。莫非这就是水镜先生说的众生之上，天才一境？唉，庞纪不愧是我叔父最大的对手，无不及矣。唉，仲达，我们走吧。仲达，急报！水镜先生到。水镜老师，看来主公很重视这个事儿啊。莫非另有解谜之法？是啊，
不知里面还有什么乾坤。恭迎水镜老师。不知水镜先生驾旅有失远迎啊！庞纪先生，你快了老夫一步吗？略施小计而已。先生，您这次可要白跑一趟了。这布带有酸味儿。先生虽忙，这鼻子倒比狗还灵啊！竟敢出言不逊！老师，他冷静为军师之本，看不见敌之猛，听不见敌之鬼，心方可保持冷静。你们需要谨记呀！是。水镜先生，今日终于得见水镜先生了，鼎鼎大名的军师集团创办人。天下间许多有名的军师都出自其门下，或是受过他的指点。像先帝时的李敦、讨伐匈奴的魏信等，都是水镜老师的学生。还有我军中的新晋军师袁方，也是他的入室弟子之一呢。袁方，你也听过他的大名吗？袁绍大人有令，为保万无一失，老夫可否借此步一看？若先生看得见，就去看呗。怒气已经消了吗？好，很好。老师，弟子去了。那就是水镜八旗中的武器呀，据说得其一，便可得天下。各方豪雄都在等他们出山，这么抢手，难怪不便以真面目示人。袁方大人也是八旗之一，现在连关东群儒都甘拜下风了，连水镜八旗都来露脸。看来袁绍大人并不太相信彭派的人。如果我伯父在场，水镜先生绝不会来的。田德，你是什么意思？我随便说说罢了。你伯父田丰不敢来，才派你这小子来充场面，贻笑大方。我伯父可是……田兄，走吧。等一等，小子，你是哪门的人？我好像没见过你啊。他是我们田派的新人。丁龙，有这人的资料吗？没见过，一定没有。莫非是田丰的人目无法纪，竟敢胡乱带外人进入军营？给我拿下，军法处置。庞大人，他只是我硬拉来破解密信的帮手，放他走吧。大家都是袁绍将军的人，何必呢？这么说，你是承认田家不守规矩，私带外人入营喽？老庞，什么事？兵部有令，闲人不准进入军营，更何况是主营。严将军，军令如山，大战当前，请力斩此人。等一等，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河内司马家的二公子司马懿。河内司马家，原来是日前因拒绝向西凉军缴纳钱粮，受到袁绍大人嘉赏的司马家呀。传闻派人暗杀董贼智囊许林的，也是司马家呀。老庞，杀了他，说不定那残兵就来取你项上人头。严将军岂不知，那全是刘宗捏造出来的。无论许林遇刺是否司马家所为，单凭司马家拒纳钱粮给董贼，都实属忠义。今日之事皆因我而起，一切罪名都由田德一人承担。你以为自己会没事吗？你的下场也只有死路一条啊！田兄不必如此。仲达，都怪我，连累你卷入我们两派的斗争里。如果我能破解布帛之谜，戴罪立功，大人能否网开一面？我们都破解不了，就凭你这个二世祖，天下第一大笑话呀！哦，若是你破解不出，或是被水镜先生的弟子抢先一步，司马懿自当服罪。小子，你很有趣。我不知道你是真的有办法，还是拖延时间。无论如何，只要你能找出其他的破解之法，我便放你一条生路，否则即死当场。天哪，庞大人以官印为凭了，这下真的没有退路了。竟有人敢挑战水镜门生了。无论结果如何，这也算是胆色过人了。
看见了吗？庞纪大人竟拿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和你们比，你们应该更努力呀！仲达，你疯了吧？你怎么会是八旗的对手？就由我来代替你，别白白送命啊！仲达，不！这小子居然敢挑战水镜先生的弟子，有好戏看了。听说他是治书御史司马朗的弟弟。司马朗不是被董卓关在洛阳大牢吗？若是哥哥来，说不定还有一成机会。仲达，我知道这是你的拖延之策，就凭你我，怎会是水镜弟子的对手？希望伯父能及时通知袁绍大人，保你我平安。老师，琪琪，你想到了吗？还没有，不过好像找到一丝头绪，想出外走走。吓死我了，还以为被破解了。水镜先生，真的还有其他方法吗？老七已有眉目，你们谁能快过他？左七，右八，折10转5，下章相反。有了。等六，我还没看完呢。这是折叠法。拿笔来。什么？竟有此法？这小子是谁？第一个讯息是要郭汜攻我军大寨，引我军回防。第二个讯息是李傕乘机火烧龙山粮仓，而现在的第三个讯息是趁我军回防保粮，在北林放火。这是计中有计，我方若只知应对其中2计，则必败无疑。江山代有才人出，我不如他。水镜八旗果然名不虚传，太厉害了！不像庞纪是另辟蹊径，而是堂堂正正以一己之力解开满营谋士。啊不，连庞纪、郭图这等名士都没看出的谜题，莫非这就是名士之上的天才境界？我还有10个答案，但是以日子推断，这个最为可信。好小子，没有你，咱们可要去送死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对啊，水镜先生是谁？这位奇人叫什么呀？能在短时间内破解此谜，你已在为时之上。水镜集团从来无人可得2杰称号，今天终于有人乘龙攀凤。从今天起，凤雏就是此人。谢恩师4名。什么？我还以为没有人可得到凤雏的名号。相传2杰分为凤雏与卧龙，2者得其一，可取天下。可恶，凤雏这名号被老六拿了。早知道我就尽全力了。哼，马后炮。仲达，趁没人注意，我们快走。既然司马公子败了，那么就请2位接受军法处置。庞纪，你真的……慢着，谁说凤雏姐对了？现在轮到我。此子，仲达，你还有方法？轮到你放屁了吗？对，还有8其中1人跟我放屁。司马公子，那就看谁放得下了。在下认为，真正的谜底只有一个。不知我们的想法是否一致？将军，可否借护身短剑一用？但借无妨。
二吉，七七手上拿的什么？是一节原木，长几许，粗几何？长约4尺，粗约1拳。七七可是正在切削此木？正是。莫非当真？果然如此吗？布上的文字只是烟雾，实则真相就在布边的黑点上。那不是布帛的污迹？果然一致。我来算，你来消，如何？相辅相成，如此甚好。12减10，12减9，11减9。术之法出于圆方，圆出于方，方出于矩。11减8，11减7。母相成为法，实如法而依。10减7，9减7，9减5。以少减多，更相减损。7减4，7减5，6减5。求其等也，以等数约之。1赢1不足，1赢1是足，1不足1是足。从约分数到和分数、减分数、乘分数、经分数、克分数、平分数，再到方程数的直除法，此二人的算学功力深不可测。还有5减2，你认为呢？完全同意。这世上竟有人跟我想法完全一致。司马公子，削好了。他们在做什么？再低一点。这两人不会是故弄玄虚吧？啊，竟然有字！这两个小子竟能想到如此匪夷所思的算法，想不到依此算法，布边的黑点竟然能合成字句。城下一句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太厉害了！仲达还有七七都太厉害了。看看庞纪，无话可说，连解除第二谜题的六奇凤雏也无话可说。能够震撼到像庞纪和凤雏这样的天才，难道仲达和七奇已经到达了那个境界？庞大人，你知道这句子的意思吗？想不到董卓手下除了许灵之外，还有这样厉害的人物能使出此计。这城下一句，就是要郭汜将旗下臣民搬往洛阳，再一起前往长安。无论以4为2，决引军攻少君龙山梁营，还是初6攻东军为右，北陵放火，都是思想陷阱。关东军士越是钻研，就中计越深，会被引到远离洛阳的地方。到他们醒觉中计之时，西凉军早就搬空洛阳，远走长安。能使出此计之人，谋算不在许陵之下。若关东联军知悉董卓班城一事，那些见利忘义的军阀必趁机攻打洛阳，争抢这块肥肉。那时候，阿火他们要营救大哥，就更为艰难。何况，现在告知他们真相，都没有人会信我。老师，城下一句只有一个意思。又是你以前说的那样吗？没错，董卓将要放弃洛阳。什么？他也知道？洛阳乃是天下第一大城，又是天子居所，权力集中地，董卓怎会轻易放弃？郭汜善用陷阱计谋守城，董卓命其城下一句，想来正是要加强洛阳城防范。由此可知，董贼要坚守洛阳。水镜先生怎么看？先生，还请不吝赐教。老朽受袁绍将军所托，来此探明藏在这西凉经书布帛中的玄机，
现如今既已得出城下一句这样一个谜底，自当即刻禀明袁将军。以袁将军之英明睿智，必有应对之策。诸位以为呢？先生所言极是，但是，老师够了。兵法之道，实则虚之，虚则实之。世事如棋，当今之事，实乃百年不遇之乱局。尔等身处棋盘方寸之间，虽眼见，亦未必为实。这小子才思卓绝，可惜，如果凤雏已经出世，那么仲达，现在这么多将军想见你，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！天兄，你素知我不喜从军的。唉，可惜可惜，小别数载，想不到你已脱胎换骨。司马公子要离开了吗？是。今日有幸领教了公子的算学。彼此彼此，不过还没算完。如果我没算错，如何？卧龙之名必属于你。